一般人生日通常咧都會同屋企人啊、朋友或者另一半去慶祝啦，但世界上就係有一個咁樣嘅人，佢嘅生日至少會有大半個地球同佢一齊慶祝，甚至佢嘅生日都成為咗打工仔最開心嘅一個假期之一。冇錯，就係耶穌嘅生日聖誕節啦。今集終極 Ultra 大解密同大家一齊揭開，究竟聖誕節係點樣由一個宗教人物嘅生日，去到成為今日一年一度一個咁全球性商業化嘅節日。條片睇埋落去仲會揭曉聖誕老人嘅真身。中意條片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開埋 Noty 就唔會錯過任何 PM Live 嘅內容啦。每一年臨近11月中，連12月都未到㗎，香港嘅商場同埋街道咧都會佈滿咗各種嘅聖誕裝飾。好似一切都好理所當然咁，但係其實呢，你正我嚟咁諗啊，係一啲都唔尋常噶。無論你係唔係基督徒都好，全世界甚至係全人類都會一齊慶祝呢一個宗教人物嘅誕生。喺呢個普天齊慶嘅日子，除咗所有機票同酒店都會貴咗幾倍之外，政府會將呢一日列為法定紅日，商家會推出聖誕優惠大減價，戲院會上聖誕主題嘅電影，歌手都會出聖誕專輯，甚至住喺你隔離嗰層山都會放啲聖誕裝飾喺佢屋企門口。你有冇慶祝聖誕節嘅習慣？同 friend 會有時有少少慶誕聚會咯。咁你知唔知聖誕節其實係點樣嚟嘅呢？唔知啊，應該都係西方啲國家傳過嚟嘅。聖誕啊，同聖誕老人有關。點解要慶祝呢個聖誕節呢？其實係咪大家想放假之後 create 咗個假期出嚟㗎？我唔知啊。你哋會唔會慶祝聖誕節㗎？會，同啲小朋友啊。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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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梗係會啦。今年我哋開 party，約 friend 去 party 咁樣嗰啲咯。咁你點解會慶祝聖誕節呢？因為我中意抽禮物。你中意抽禮物，你講嘢。去啊！然後而且還會互送禮物，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點解咧？因為傳統咯，個個慶祝咪慶祝下，同埋普天同慶咯。慶祝嘅習俗咯。出世以嚟，我哋每逢聖誕節都會有假期放啦，周圍都會佈置得好靚啦。聖誕節的裝飾都很漂亮，我很喜歡。細個可能同屋企人過，大個又同女朋友過，都係屋企人，都係屋企人，都係屋企人。咁有冇啲你覺得最開心嘅部分係乜嘢？或者啲小回憶啊，溫馨啲嘅？就係收聖誕禮物咯，真啊！交換禮物。咁你知唔知聖誕節係點嚟嘅？咁呢個就唔係好清楚。我都唔知啊。哦，不知道。耶穌降生咯。係咪耶穌出？係啊，係咪耶穌出世？要解開聖誕節係點樣嚟嘅，首先就要翻去2000年前嘅嗰個夜晚。細個我哋聽到嘅故仔啦，就係聖母瑪利亞喺一個好凍嘅夜晚喺個馬棚入面誕下咗 Baby Jesus， 但其實係冇人知道嗰一晚係咪真係12月25號嘅喎。而歷史上第一個聖誕節其實係喺公元後嘅336年。但係公元後嘅意思唔係指耶穌誕生之後咩？點解要係佢出咗世之後300幾年啊，先第一次慶祝耶穌生日嘅？其實個真相就係2000年前嘅基督徒係冇慶祝聖誕嘅傳統噶，係直到一個羅馬嘅歷史學家 Sextus Julius Africanus， 佢提出咗聖母瑪利亞有機會係喺3月25號懷上耶穌，因此耶穌誕生嘅日子呢，就會係9個月後嘅12月25號啦。而之所以係3月25號，係因為 Africanus認為呢一日係造物主創造世界嘅日子。而隨住羅馬帝國開始信奉基督教咧，佢哋嘅皇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就成為咗第一個信基督教嘅羅馬皇帝啦。並且咧，佢都成為第一個有歷史記載慶祝聖誕節嘅羅馬皇帝。而聖誕節今日嘅習俗咧，其實都係源自古羅馬佢哋嗰陣時慶祝冬至嘅一啲傳統，例如啦，佢哋會去交換禮物，佢哋會同屋企人同埋朋友去搞一啲 party， 食聖誕大餐，仲會去裝飾佢哋嘅聖誕樹。而呢一度咧就有個冷知識啦，唔知大家知唔知啦？穆斯林國家咧，佢哋係唔會慶祝聖誕，或者係唔會 officially 地去慶祝聖誕咯，因為喺佢哋嘅信仰入面咧，耶穌咧就並唔係喺冬天出世嘅。OK， 咁講完耶穌同埋聖誕節之後咧，呢度咧就不得不提另外一個聖誕節嘅靈魂人物，就係聖誕老人 Santa Claus 啦。
而接下落嚟嘅內容呢，係會有 PG 家長指引嘅，小朋友們呢，就唔好睇啦。呢個世界呢，係存在聖誕老人嘅，所以呢，你哋有3秒時間可以 click 走呢條片。3、2、1。我相信由細個開始，無論係電影定係卡通定係書籍入面，聖誕老人永遠都係嗰個和藹可親、身形圓潤、着住紅白色衫嘅白人叔叔。但係其實呢個咁深入民心嘅形象，都只不過係資本主義下節日被商品化嘅產物。要知道聖誕老人其實咧係2000幾年前住喺土耳其一個善心嘅基督教教主，佢叫做 Saint Nicholas。而之所以佢會係聖誕老人嘅原型咧，就係因為佢作為教主咧，經常咧會秘密地送啲禮物俾一啲窮困嘅屋企。而呢一個好人好事咧，都被記載落一本1823年嘅詩歌 Saint Nicholas 嘅探訪。詩歌入面將原本莊嚴瘦嘅聖人形象轉變為一個和藹可親嘅肥佬叔叔。每逢聖誕節，佢都會駕住馴鹿同埋雪橇喺煙囪爬落去送禮物俾各家各戶。於是咧喺1931年咧，美國嘅可口可樂公司咧就推出咗一款廣告 campaign， 廣告入面嘅聖誕老人咧就着住品牌最 iconic 嘅顏色紅色同埋白色咧，就喺度飲可樂。其實為嘅咧就係希望佢哋呢款凍飲可以喺冬天都繼續賺錢，就好似聖誕節連聖誕老人都喺度飲緊可樂喎咁樣。隨住呢一個廣告同埋可口可樂嘅爆紅，呢個紅白色且圓潤嘅身形就成為咗今日大家所熟悉嘅聖誕老人啦。I'm up here, you morons! Come and get me! 透過全球化嘅媒體傳播，原本喺北美國家嘅傳統節日都傳播到世界嘅其他角落。美國流行文化同基督教嘅影響力都令到世界其他地方都開始對慶祝聖誕節有需求。交換禮物嘅習俗同聖誕大餐，仲有聖誕節視覺上鮮明嘅裝飾，都令到聖誕節具備商品化嘅最佳配置。有啲國家甚至係重度依賴聖誕假期帶嚟嘅呢個旅遊經濟，例如芬蘭嘅聖誕老人村，每年聖誕假期都會有將近290萬嘅遊客到訪，為當地帶嚟至少4億歐羅嘅收益。所以講到底，聖誕節甚至係其他嘅節日，除咗佢哋帶嚟嘅商業利益之外，係咪就冇其他意義呢？點解你會講聖誕節？因為佢係同屋企人一齊，咁我覺得應該要珍惜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純粹有得係啊，一班 friend 一齊玩咯。我哋會互相寫張聖誕卡俾對方咁樣咯。哦，可以趁機表白？唔會㗎，我唔會㗎，我唔會。反而係覺得好開心，有呢個日子可以同啲仔女一齊。因為你平時可能佢哋都未必會陪到我哋嘅，咁啊只係我哋要返工，咁而家有個假期，咁咪一家人咁啦。節日嘅意義對於某啲特定嘅群體嚟講，可能係紀念某件事或者人，但其實對於普羅大眾嚟講，節日同埋假期存在嘅意義，無非都係一個可以同親朋戚友團聚嘅時間。學生可以喺繁重嘅學業度得到佢嘅解脫，打工仔都可以暫時放低繁忙嘅工作，彌補因為各自奮鬥而錯過咗同屋企人相聚一堂嘅時間。無論2000年前羅馬人最初誕生聖誕節嘅原因係咩都好，又或者聖誕老人其實都係節日被商品化嘅產物都好，無可否認嘅係聖誕節始終係一個最直接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嘅時間。唔知道咁多位心目中聖誕節嘅意義又係點樣呢？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最後 channel 喺呢度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如果覺得條片唔錯嘅話咧，就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人睇啊！我哋下集再見 ，Merry Christmas！我食過蘋果咯，平安夜嘅時候，大學嘅時候就食蘋果？平安夜咯，就會喺度送蘋果咯。點解要食蘋果啊？因為平安夜咯。咁係咪食字啫？究竟係咪食字？應該就係食字咯。我唔知點樣流傳過嚟㗎。都 make sense，平安蘋果蘋果。係啊。